各位家長，大家好，我係智資園嘅柯老師。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寫作點解係咁重要啦。小朋友往往要點樣先鍾意寫作呢？佢哋喺寫作上邊又遇到咩困難呢？等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寫作咧就好似穿針引線，將一啲紛亂嘅想法咧串成清晰嘅句子，整理下話題嘅先後次序啦，梳理下故事嘅脈絡，落筆自然就有條理啦，表達更加有說服力。寫作咧係溝通表達嘅橋樑，寫日記可以記低一啲開心嘅事情，寫信就可以寫一啲掛念嘅思念嘅情緒，作文咧可以寫低夢想。我手寫我心，文字就係我哋嘅心橋啦。寫作就好似魔法咁樣，佢能夠將我哋心裏邊亂糟糟嗰種感覺變成睇得見嘅句子。例如，當你傷心嘅時候，可以寫成烏雲在頭頂下大雨；當你開心嘅時候，就可以寫成心裏有蝴蝶在飛舞。寫作之所以係學業成功嘅門檻，係因為佢唔單止係一門功課，佢更係一種核心認知能力嘅終極體現。只要我哋跨過一道門檻，知識就係真正屬於我哋㗎啦。根據學生常見寫作困難嘅調查結果，就知道佢哋詞彙貧乏、結構混亂、缺乏靈感同埋錯別字。詞彙貧乏，內容自然就係單調啦，導致文章缺乏深度同埋吸引力。結構混亂，唔知點樣落筆好。文章缺乏組織，段落之間係冇連接關係嘅，甚至偏離主題。缺乏靈感，好驚寫作。當學生面對作文題目嘅時候，好多時候都無從落筆，甚至對寫作產生咗排斥嘅心理。寫錯別字，唔單止係粗心大意，主要係因為佢對於同音字或者係形近字嘅字形混淆咗㗎。呢啲就係學習上邊嘅斷層啦，只係記得音，唔記得個意義，就係佢哋對於詞彙嘅基礎唔穩固啦。只要我哋掌握寫作嘅策略，就可以突破困境。首先做一個寫作嘅框架啦，開頭引人入勝，中間層次要分明啊。結尾咧就可以畫龍點睛啦，甚至可以用五感去寫作嘅，將文字活起嚟，從唔同嘅角度做切入啦，寫出有深度、有觀點嘅文章。甚至我哋多閱讀，學習名家嘅手法，從模仿之中建立個人嘅風格。聽到呢度，大家都想知道中文寫作班究竟有咩特色？就係有專業嘅師資啦，小班教學。有互動嘅課程，係激發學生寫作嘅興趣，有即時嘅回饋啦，顯著嘅進步。好啦，仲有成果嘅展示啦，係建立學生嘅自信心。相信所有家長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咧係鍾意寫作嘅，甚至係開開心心咁樣去寫作嘅。咁我哋嘅課程就喺7月15號就開始啦，報名就要快啲咯。好多謝各位。